礼拜天变冷了。礼拜天，你看哦，礼拜六就已经变那么冷，礼拜六也变冷了，还有雨，今天就有雨了。礼拜六温度就你看下降，你看礼拜天要下降。低温特报低温特报，你看，明天礼拜五，礼拜六又冷又下雨，礼拜天也冷又下雨。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你看，它又冷又下雨，然后下雨也冷。礼拜六变那么冷，那礼拜天要更冷。你看那降了4度，然后再降5度，那么冷，你看。你看这么冷，春天了还这么冷。湖北东禅市西边那个黄陂，武汉是算武汉的一个地区了，湖北武汉的一个地区叫黄陂，湖北东禅市、黄梅东禅市附近的。这么冷了。那里禅宗六祖，唐朝禅宗六祖从南部广州，南部热的广州那边往北走1个月左右，然后到湖北东禅市，湖北黄梅东禅市就武汉，现在武汉市的。黄陂是武汉市啊，黄梅不是武汉市的哦。那武汉市的东边呢？你看冬天这么冷了，那春天呢已经立春以后了，还这么冷呢？你看，在那种地方生活，真辛苦。古代修行人那么辛苦，求法心切，要走1个月去拜名师、五祖、弘忍大师。那个在厨房里做下贱的工作、打杂的工作、搬柴运水的、装米的、舂米的工作、精密的舂米的工作，很辛苦的。你看，做卑微的工作，你看那么辛苦。后来得到禅宗六祖的主位，你看开悟跟学历没有关系，不过跟累劫的修行一定会有关系，因为是地藏菩萨转世的，地藏菩萨转世的，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努力修行，累积起来。有禅宗六祖，这是一顿顿悟的，南顿北渐，北方神秀那是属于渐修的，渐修就是要把心当作明镜台，身当作菩提树，要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呀。要有为的功夫啊。然后南方顿悟的无为的功夫，你看顿悟功力到了，自然就开悟。你看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呀？都是很活泼玲珑的。这么冷了，你看，最低温你看个位数了，今天已经低到1度了，高温才3度，你看这么冷了，到明天还有冰点0度呢，礼拜六还有冰点0度了，你看这么冷了。
又是雨又是雪又是冰雹。那你看温度那么低了，就算礼拜天放晴，看到阳光，但是空气是冷的嘞。你看那个做生意的，凌晨2、3点、3、4点就要去市场了，你看那多辛苦啊！商人也有他很辛苦的地方，你看，在那个北方那么寒冷的地方，那么早做生意很辛苦，应该日中为市啊。日中的时候温度比较高，人也比较想出来到市场买东西，所以古代你看北方黄河流域的市场那是日中为市啊。